今仔日的礼拜，若是有炸手机仔的，请你关机，也是用震动无声。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着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这时，请咱起立，用献诗24首。我心俄罗之关上帝，来称赞俄罗咱的上主。我
请咱同心来祈祷，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善全能、高满有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我要因为你丰盛的恩典献上阮的恶路，阁要因为你保守看顾阮的平安，来大声称赞恶路你。这时，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先认阮有时常得罪你，只有你知影，阮会常常犯罪。因为阮心所想的拢是歹，离开你的真道，浪费你的恩赐。主啊，求你怜悯阮，跟救阮，互阮知影阮家己的过失，赦免阮的罪，洗清阮所有的过失。至善至仁爱的天父，恳求你帮助阮，袂晓伫你的光的内面来活，行伫你的道路顶面，互阮对答了后。有敬虔、公义、善良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圣名。只是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显，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目的带阮入着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同心来启应，启应文第一篇，启应文第一篇，也就是《申命记》第6章。我来启，请兄弟来应。咱用交托的方式来启应。以色列啊，要注意听，要切实遵守，互你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伫流年甲日的地，事事亨通，人夜加天侪侪。以色列啊，要注意听。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做声，恁要专心、专情、专力，听上主你的上帝。我今仔日面连恁遮的话，要记伫心内。嘛着群群教示恁的囝儿。无论伫厝内坐，伫路里行，倒地还是起来，拢着念互因听。搁着拔伫手内做记号，拔伫额头提醒，着写伫厝的门徛，嘛着写伫城门。只是咱来恭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撒母耳记上卷第8章第7节到第9节。上主对撒母耳讲：人民的要求你着接受，因毋是气杀你，是气杀我。因无爱我做因的王。对我带因出埃及到今仔日，因所做的拢是离开我，去服杀别个神明。现在因嘛安尼在对待你，答因的要求，你着接受，毋过着严严甲因警告，互因知将来因的王会安怎管辖因。这时青少年团体要带咱来学罗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歌是在乎耶和华。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了。
愿一切水的歌声，加做芳芳的祭，达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乐。今仔日为咱见到的是林耀先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对人权转到神权，将时间交予牧师。咱真感谢青少年堂客带咱透过诗歌带咱来学到上帝。伫咧诗歌内面讲起着，所有一切拢盖在伫耶和华上帝。所以咱伫咱所做的每一项代志顶面，咱犹原就应该将咱所应该爱互上帝的荣光拢归乎伫咱的主。伊伫遐讲起着，不管是伫咧建造房屋，是即个看守城池，拢总是耶和华所做。咱不过是参与伫咧上帝的即个伊的工程的内面，所以咱着用欢喜的心来领受，搁将一切的荣光来归伫咱当心来学乐，来祈祷上帝。全能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了你，伫你圣的主日，祝你搁一摆呼召阮来到伫你的殿院。主，阮要用着敬虔诚实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也要用欢喜快乐来唱歌学了你。愿你的名得到应该得到的荣光，也愿你的话会通成做阮生命内面真要紧的准则。刻掉伫阮的心内，佮毋若是干那刻掉，佮互阮真正会通确实来行出来。互你的名，因为阮的所做，来安尼，互众人看见阮的所做，就将一切荣光归伫你。互你的名得到应得的荣光。阮搁一摆将今仔日礼拜对头到落尾，恭敬交托伫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人的困境对倒位来？真侪时阵，往往是因为人伤过安尼，咱讲在意家己在意家己的啥物？在意家己的所想家己的所做，以及在意安尼侪拢是甲家己有关，在意家己的权利等等，至到咱互家己的一寡看法、想法就甲咱捆绑掉咧。有一个故事安尼讲起，讲有两个真虔诚的基督徒，因佫毋是干那真虔诚尔，即两个基督徒佫非常的真好。若用咱即马若是女性来讲，用咱即马的话语讲，叫做闺蜜。因即两个基督徒真好的基督徒，佫嘛真虔诚，因就决定讲，因要同齐用行的，安尼一路行去到伫耶路撒冷朝圣。所以因两个人就安尼爱着即个新人就安尼风尘仆仆，就安尼上路。因佫讲，若无到伫圣地，绝对无要转去要厝。两个人就安尼行，安尼行差不多两礼拜外了，拄到一个头毛白发的年长的一个长辈。这位长辈安尼看到这两个遐尼虔诚的基督徒，千里迢迢安尼对遐远的所在，要去到伫圣地底下来朝圣，就十分的感动，就来对因讲。对于即个所在，去到伫耶路撒冷，抑阁差不多约了差不多10天的即个脚程。但是真遗憾，我要伫咧即个十字路口，我需要甲恁分手。但是咧伫咧即个分手之前，我要送恁一个礼物。啥物款的礼物呢？即个长辈就甲因讲，当恁中间。其中一个人若先大声许愿，伊的愿望会马上实现。毋过咧，第二个人，伊会得到即个愿望的双倍。哇！即个
即个 A 基督徒吼，现在就想讲哇，有够赞的哦！我已经早就已经想好，我安尼有想要许啥物款的愿，但是吼，毋通先讲吼，因为吼，如果我若先讲，安尼我就食亏啊咧。我即个朋友吼，伊会得到双倍的即个礼物，袂使。迄个隔壁即个美的即个基督徒，伊嘛心内嘛伫遐泡泡菜呢。我哪会使先讲？哦，安尼就互我即个 A 的朋友得到双倍的即个礼物。即两个人就开始伫遐客气起来。你先讲嘛，你年纪较大，你大声许愿。无啦，你应该先讲。哇！即两个人就开伫遐提示，提来提去，伫遐安尼伫遐客套起来，伫遐提示，安尼真久的时间了，就开始伫遐不耐烦的，即个气氛就开始伫遐安尼转变。你啥无爱先讲啦？为什么是爱我先讲？我才无爱咧。两个人伫遐推来推去，甲上老尾，好，迄个美的怎啊生气起来，讲怎讲？你即个人真正吼，咱讲真不识相呢，吼，毋知影好歹。你若毋赶紧的许愿吼，我就将你的即个狗腿甲你打断，哦，甲你敲死。即个 A 一听到吼，哇！我即个朋友竟然变脸呢，竟然来甲我恐吓，也好，你甲我会记哩，你遮尔啊无情，安尼我嘛无要对你太友谊咧。哦，我若无法度得到的吼，你嘛免想要得到。所以即个 A 呢，伊就啊即个 A 基督徒，伊就啊心一烦，伊像安尼讲，好，安尼我大声来安尼许愿，我希望我的一蕊目睭青，哇，真紧即个 A 吼，就一蕊青，就目睭就一蕊青，但是美咧。两蕊拢青。听到即个故事，咱会感觉讲，这若像咧讲汉古。原本一件十分美好的一个礼物，因为即两个好朋友，因为本底是好朋友，会使互相贡献的。但是因为人会贪，人的迄种的嫉妒，安尼左右伊心内会做的情绪。所以，互迄个本底是一件祝福的代志，煞变做伫咧迄个咒诅。互迄个本底好朋友，煞变做哪冤仇人。搁较互本底会用相赢的代志，煞变做两个人痴迷来变做双输。因为人只干在意着家己的权利，甚至是本底无属伫咱家己的迄个权利，就较亲像咱头前即个故事共款安尼来讲，会通讲非常的安尼咱讲可笑。但是咱嘛要安尼讲，就是讲，虽然这是一个故事，那亲像真可笑。但是却经常伫咱的时常伫咱的即个生活内面，咱不断伫遐咧发生，只是干那咱无去意识到讲，这就是甲迄共款的意思。咱真诶伫咱的生活内面，咱有侪时阵，咱为着咱家己的想法，别人甲咱无共款，咱伫迄个中间吼，伫遐安尼争执，吼。是讲伫遐咧内斗，咱真侪时阵，尤其是咱若看见讲一寡电视内面的电视剧内面嘛共款，一个公司原底本底好好，只因为这公司内面有两个人意见不合，袂合，两个人伫遐争来争去，争到尾结果就是啥？公司规个用要拆离去。教会嘛共款，因为你的意见甲我无共款。我就想尽办法来甲你拖，互你的事工做袂好势，直到迄个规个教会无法度进步，无法度进展。
这敢毋是甲今仔日咱的即个故事是相共款的？转来靠伫咱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经文内面，当百姓伫遐要求着撒母耳立王的时阵，撒母耳伊事实上伊是心内非常的无平安的。伊侍奉上帝，安尼做一世人的事事，伊真忠心伫咧即个为着百姓伫遐来服侍。但因为安尼，即个百姓的迄个埋怨，是安怎埋怨？因为因的囝无行伊的道，比较伫遐埋怨，要求要立一个为因来立一个王。亲像甲伫即个外邦的遮个国共款，撒母耳看到即个代志的迄个属灵的迄个意义，伊伫遐来百姓伫遐来强调讲，咱拢是上帝的百姓，上帝的选民，咱无需要王，因为上帝就是咱的王，咱无需要王，伊已经颁布即个律法，佮设立遮个祭司等等遮个。伫咧敬拜上帝的代志顶面，伫遐来引带咱，嘛有长老伫遐来治理咱，即个日常的遮个事务，会通互咱好好来跟对上帝的旨意，莫伫遐来安尼学习，也是讲伫遐来学遮个外邦，遮个无受隔离的遮个外邦人。撒母耳是一个真忠实的一个属灵的领袖。即个时阵，伊并无因为百姓的迄个无理的要求来失去伊的即个风度也是风范。伊等于到伊家己的内息，伊伫遐来祈祷上帝，伊伫遐听上帝的心意，听上帝的旨意，要来领受上帝的旨意。一个好的属灵的领袖，除了了解问题本身的即个咱讲来龙去脉以外，佫较需要去追求上帝迄个引带来得到迄个解决的方法。耶和华回应撒母耳伊的即个伊的回应，伊就讲起讲因毋是安尼讲厌弃你乃是安尼气杀我，无爱我做因的王。当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了，因开始学习要安怎来承担因的迄个因家己应该承担的迄个责任。因必须要拍败即个拜偶像的遮个外族，建立一个属上帝的即个国度。但是因并无有做教业上帝对因的爱因做的要求。甚至咱会通讲叫做偷懒，无专心致意伫上帝原底本底所托付因的代志。上帝原底本底要求因所做的是啥物货？就是因当因入去到伫迦南地了，爱将遮迦南地遮住民拢总甲伊赶走。但是咧，罗马手因嘛有诶有甲即个当地的，咱讲，咱即马咧讲叫做签署和平协议。比较因伫咧迄个过程内面，干那为着讲我会通好保平安，我伫遮徛起安尼就好，无需要劳师动众去修正。结果安尼一个到底，表面上看起来那亲像真平安，但是伊迄个代价却是伫咧产生了迄个咱讲叫做文化的入侵，甲着迄个异族的通婚，每通一解婚就带入去即个偶像。这尤其是伫咧所罗门王的时阵是上厉害，感染着即个异族侪遮个咱讲伫上帝眼内所看见的迄个，咱讲叫做淫行妄语，但是侪无合上帝心意的做法，拢总慢慢一个来发生。属灵的生活
结果就是这以色列百姓落尾手，因的属灵的生活就是咱讲的叫做一败涂地。伫咧士师记第2章，第2章内面，伊原底本体上帝对这个约书亚所要求的是啥物货？伊伫遐讲起着讲，恁袂通甲即个地的即个百姓遐来立约，爱拆毁因的祭坛，但是恁无听我的话。所以，咱就会看见讲，因为以色列百姓因无听上帝对因的迄个命令，所以伫遐就讲起着，讲因要成做恁的刺配，甲着迄个圈套，甲咱伫咧台语讲叫做罗网。去到伫即个第2章的18节时阵，甚至搁较讲耶和华，因为因即个上帝将即个外邦人诚做以色列人，因的即个刺配甲着无落网了，因伫咧中间就开始来求叫上帝，因伫遐安尼哀求上帝帮忙，所以上帝就来伫遐来兴起即个安尼做士师，帮助以色列百姓来拍败因遮的迄个对敌，互因会通安尼享受几十年的即个短暂的即个平安。但是去到伫士师记第2章的19节的时阵，讲，但是咧，士师人一旦死去，因就搁转去行歹，行比因祖公所行的搁较歹的事。所以上帝就搁继续安尼降落侪搁较侪的遮苦难，互期待遮的百姓会通安尼回心转意。所以也就是伫咧即款安尼情形的下面，以色列百姓来按照即个撒母耳要求讲，你干脆为阮来要求来为阮立一个王来治理阮。因认为讲，即个百姓因认为迄个问题所在是因无有一个会通长时间来治理因的王，才会通来拍败遮个对敌，互因的国内会通得到安定。但是咧，其实解决外在的即个现实的困境，咱讲只是治标，但是无治本。因只是甲看见即个表面，那亲像去互即个对敌来安尼欺压，但是因无有去明白着讲，因是安怎受到对敌的即个欺压，因为因离开上帝，至到上帝降在伫咧即个顶面，因确实无看见迄个背后的迄个属灵意义。上帝遮温存遮个外在的遮个安尼对敌，会互因继续存在伫咧因的四周围。所以，迄个咱讲迄个根本之道是应该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毋是来立一个王来治理因。所以，弟兄兄弟，咱若对耶稣的即个榜样、伊的模范的中间，咱就会通看见一个谦卑上直接的表现，就是愿意来放弃家己的主权。将家己的性命主权交伫主的手中，互耶稣来掌权，互耶稣、互上帝来管理，顺坦上帝的心意，为着要满足上帝，这种的就是神权。但是咱若讲起着人权，到底迄个人权到底是啥物货？人权所咧讲的是人管理人，是照着人的心意，为着要满足家己。神权原底本体是创世的时阵上帝的心意，但是当人犯罪了，人拒绝上帝，人拒绝神权，去选择着人权的时阵，就是骄傲的开始。当人伫遐选择对人权，转来到伫迄个神权的时阵，迄就是谦卑的开始。神权毋若是伫咧咱的个人的顶面，对伫咧一个群体来讲也是共款。若是一个群体，伊伫遐选择对神权来变做人权的时阵，
这就是共款，也是一个就是骄傲，是坠落的开始。所以以色列人因原底本地安尼，迄个是一个新权的一个群体。对亚伯拉罕回应上帝的呼召开始，上帝伫咧迄个摩西的时代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伫迄个约书亚的时代带领着以色列人安尼进入迦南地，直到士师的即个时期，以色列人拢一直是伫咧上帝所管理的即个群体。因的每一个选择，甲因的行动，拢照着上帝的即个吩咐甲心意。到伫撒母耳做即个士师的时期，撒母耳会通讲是士师内面上落尾一个士师哦。以色列人开始要求立王管理因，因无爱上帝管理因，因无爱神权，因选择用人权。上帝称即个行动叫做弃杀，因为因毋是弃杀你，乃是弃杀我，无爱我做因的王。因为当初时这百姓的骄傲，所以咱会通看见的就是以色列即个国家，伫咧对伫撒母耳伊开始立王，你看对伫扫罗开始立王，扫罗、大卫、所罗门。到第四代罗波安，即个国家就四分五裂。煞接的即个南北国，迄个南北两国，落尾手拢共款面对灭国的悲剧。耶稣安怎讲？耶稣讲：我要将迄个我的教会建造伫咧即个石盘顶。我要伫咧即个石盘顶起造我的教会。教会毋是人所建立的，乃是耶稣所建立的。有个人会讲这教会是亲像咱南洋教会，咱拢会讲起讲，咱过去是五大家族所建立的。但是咱嘛要讲的是，若毋是上帝的心意，若毋是上帝的恩典，你搁较敖。你嘛建立袂起来，所以教会毋是属伫咧任何一个人的，乃是属伫咧耶稣的。这也就是安怎，我一直不断伫遐强调，我毋知咱有去注意到，当牧师咧祈祷的时阵，若去讲到咱的教会的时阵，我拢讲这是耶稣的教会，毋是讲咱的教会是安怎？因为本来就是耶稣的教会，是耶稣所建立的。是咱的主所建立的，所以咱若无伫咧即个部分，咱伫遐来注意的时阵，咱就是落尾手，就是咱高估咱家己。所以初代教会，咱注意看，伫咧初代教会的时阵，因搁一届当圣神临到的时阵，因就登去到伫即个新权。上帝借着圣神来管理教会，人伫咧即个教会内面看见着上帝伊的管理，渐渐教会安尼，咱嘛看见对，敢若对伫咧新约内面的记载就知影，教会落尾手对神权，搁慢慢搁变做人权，用着侪的律法规条来管理教会。嘛渐渐走向伫即个败坏，你搁较侪条文嘛无法度去管理人的败坏。哇！伫咧即个末世即个教会，咱需要搁一届来选择谦卑，来放下咱家己的权利，转去到伫神权，互上帝来管理伊家己的教会。当教会来转去到伫神权，上帝来管理的时阵，上帝就要伫咧伊的教会来彰显伊的荣光。所以，咱需要来扪心自问：南洋教会是上帝掌权的教会吗？咱的家庭，真正是上帝做主的教会吗？真侪咱基督徒的家庭内面，咱拢有一块匾仔，面顶写讲啥物货？基督是我家之主。耶稣敢真正是咱的主？
咱伫咧教育咱的儿女的时阵，咱敢真正将咱的儿女交代互上帝？也是咱幽暗心内有做的惊吓？咱既然将咱的儿女交代互咱的主，那就放手，互咱的主来伫迄中间来带领着咱的儿女。咱伫迄中间，咱干那需要是培养咱的儿女，互伊成做一个真安尼讲合伫上帝心意的这个青年。我毋知影咱过去咱拢怎样伫遐用着咱的什款的心态来培养咱的囝儿时势。我捌伫咧组织小组的时阵，捌分享过。我较无顺样，阮伫咧当阮安尼迄落生第迄个查某囝的时阵，伫咧迄个进前，阮就决意讲，为着上帝来培养合伊使用的器具。当你安尼伫遐来培养遮个囡仔时势时阵，你是为着伊即个上帝国，伊未来上帝未来有好的遮个器具，你就毋免烦恼即个囡仔伊以后伊会走偏去。如果你若甲掠条条，你用你家己的方法，用你家己的想法，你感觉讲你想要甲塑造，互伊成做一个你想要爱的即个囡仔，结果就是你将迄个身权，佮扭转来到伫人权，你想要掌握一切。共款，咱伫咧咱的工作的顶面，咱嘛是共款。你有真正将你的工作来真正互上帝伫咧你的工作顶面掌权无？互上帝伫咧你的工作顶面做主。当咱若真正互上帝伫咱的工作顶面做主的时阵，上帝伊就赐落伊对天而来的这个智慧，互咱伫咧工作的顶面有对上帝来迄款的无共款的眼光，迄款的就你若假使讲今仔日你是做人食人头路，上帝嘛要互你所做会通甚至讲你所计划会通安尼，互你的即个顶司来安尼欣赏，甚至会通拿来拿好。而且你的家庭共款，互上帝做主的时阵，上帝为你来安尼讲掌管一切。咱会通看见今仔日咱侪咱的这基督徒，当咱拄着侪代志的时阵，亲像我一开始的时阵，我讲起的，咱有侪的这困境，到底这困境是对倒位啦？是因为咱虽然咱拢讲咱是基督徒，咱嘛讲咱甚至咱嘛讲主啊，我将我的一切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但是我要问的是，真正吗？咱有真正吗？当咱若真正交托伫咱的主、咱的上帝顶面的时阵，安尼就放手，互上帝来做主。咱今仔日咱看见咱有侪咱的兄弟拄着困难艰难的时阵，咱伫咧边仔咧看的人，有当时咱看作明的，但是咱家己本身咱是当事人、当事者，咱家己煞看袂清。因为安怎，咱家己将咱家己怎啊绑伫咧咱家己的迄个，咱干那只有想着咱家己的想法，咱家己的做法只有干那我的是对的，等等这的。直到咱发现讲，咱家己去伫咧迄个内面，伫遐咧捆绑，伫遐咧断势，伫遐说袂出来。直到咱伫迄个中间，咱只不过是干那一直继续伫咧咱的人权，却无等于到伫上帝做主的身权。直到咱行袂出去，这就是咱今仔日咱有看见侪基督徒所拄着的困境，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搁一摆
好好啊来去想，咱到底咱需要伫咧什物款的所在？咱有什物款的所在需要转来到伫上帝面前弃权，互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掌权。所以求主帮助咱今仔日牧师的分享，我用2个题目，互咱家己来想。今仔日咱会通好好来想，伫即个礼拜咱嘛会通好好来想，根据咱今仔日所分享的，到底什物是灵权，什物是神权？咱生活内面到底有什物款的层面，咱是活伫咧灵权，需要互圣神来甲咱光照，转来到伫上帝来掌权。第二，为什么教会必须要建立伫咧即个神权的即个基础的顶面？咱的家庭甲着咱的教会是建立伫上帝掌权的基础的顶面吗？教会若是安尼对伫神权安尼变成做灵权的时阵，咱就会看见，咱用着侪律法、侪法规来管理教会，结果咱要看见的就是渐渐会知安尼行往伫即个败坏。若是教会是无属伫咧任何一个人，咱是属伫咧耶稣的，是属伫咱主的。教会毋是对人所建立，乃是耶稣所建立的。咱若愿意伫迄中间谦卑来放下咱的主权，互耶稣来掌权，上帝伊要借着圣神来管理伊家己的教会，伫咧教会内面来彰显伊甲咱三个伫地，甲伊的荣耀要伫咱的教会内面咱所伫咧即个所在聚会即个所在来安尼彰显伊的荣光。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安尼照着咱今仔日所领受即个撒母耳上卷第8章内面所记载，咱搁一摆好好来想。如果咱若是抑搁伫咧即个灵权的即个咱家己事，咱拢家己要掌权的情形之下，安尼求主帮助咱，互咱会晓伫伫咧圣神的光照内面，看见咱家己的即个处境，咱欢喜。转来到伫上帝面前讲，主啊，但求你掌权，阮欢喜你伫阮的心内做王。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满心感谢你，照着今仔日即个撒母耳上卷第8章的即个记载，主，阮搁一摆来重新来看阮家己。也来看主你的教会，愿你亲自来安尼光照阮、引带阮，互阮不管是伫咧阮的家庭、阮的工作，甚至阮伫阮所有甲人的这关系顶面，主，阮欢喜来弃权，来互你来伫阮的生命内面掌权。主，阮也欢喜伫你的教会，阮欢喜来弃权，互主你真实伫你家己的教会来掌权。主，阮要搁较侪去经历着主你怎样带领着你家己的百姓，伫即个即个末日、即个世代，互阮真正欢喜来甲主你三甲同齐来征战即个好的征战，互侪人因为看见阮的迄款生命的改变。因也欢喜来跟队，因的生命嘛要得到改变，嘛要共款甲阮经历着主你怎样带领你家己的百姓来安尼赢过，也是讲即个跨越阮生命内面侪遮的困境，互阮所拄着遮的困境，无搁再诚做困境；互阮所拄着遮的艰难的事，无搁再诚做艰难的事，乃是要诚做祝福。是主你为着阮所备办的即个祝福，互阮会当搁较侪，因为阮所经历主你所带领阮，因为你伫阮生命内面掌权，阮就要伫众人的面前来见证主你的荣耀。阮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同心吟诗来回应上帝话。献诗第170首，
献诗170首，恳求献心感动阮心，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徛地，当信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24日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11个死，埋葬乐营府。第3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道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来施以奉献，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吟施以奉献的诗。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阁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天啊，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当阮感谢你，学罗你极大荣光。我是甚物，竟然为安尼奉献？
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寄卡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暗茫长长之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民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是有第一摆来唔知影奉献意义的人，通唔免奉献。咱请方美珍执事、吴承安执事来司献。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做伙来祈祷，全能各慈悲的天父上帝，阮用欢喜的心进入圣殿来敬拜阿罗你。阮的心亲像羡慕你，亲像鹿仔羡慕溪水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授赐予阮，成做阮生命的美粮。阮阁要感谢你。你伫日时保护阮，伫眠时顾守阮，要成做阮随时的帮站。当阮拄着恶伫担当的事的时，感谢主，你的恩典够也阮用。当阮身体欠安的时，你将你的平安、安慰、医治授赐予阮。这是阮奉献时间、金钱、材料。互你成做教会事工的使用，愿主降福。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啊，对。这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经句。当因地要求，你着接受，毋过着严严甲因警告，互因知将来因的王会安怎管辖因。搁一摆，当因的要求，你着接受，毋过着严严甲因警告，互因知将来因的王会安怎管辖因。撒母耳记上卷8章9节，这是来报告。报告台先，我们来迎新哈。今天有2位新的姐妹，一个是吕英基姐妹，好，我们欢迎她。那还有一位是金鱼老师的婆婆，谢谢金鱼老师的婆婆，我们欢迎她。
会后大家再来招呼哈。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报告。报告事项，第一个，本主日为11奉献主日，请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2月22日起，一直到4月8号星期六为大斋节期。在此期间，建议主内兄姐减少外出旅游，以读经祈祷的方式取代。第三，下主日是台南神学院奉献主日，王荣信牧师代表该院前来请安报告证道。第一堂礼拜后召开主日学教员会，请老师预备心。第四，请各团契预备下一季的聚会内容安排，在3月19日之前交给办公室，以利行事历的制作。第五，4月9日复活节主日将颁发信德奖学金，申请者请于26日前填妥申请表，并附上成绩单交到办公室。申请资格请自行过目。第六，本会招聘干事，相关工作内容及薪资福利等细节，请看公布栏。也请兄姐协助传递讯息给在寻找工作的适当亲友知悉。肢体消息：3月7号起，一直到4月25日止，台湾圣经公会举办复活节特惠专案，提供10款母子索引圣经品项，以优惠价自购或赠送友人2相宜。相关讯息请洽办公室，也欢迎兄姐向干事登记，统一订购。代祷事项：下周侍奉表、会计报告，请自己过目。如果有错误，可以向财务同工反映。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永活的上帝，天地的主，万项的好事，好眠的源头，阮感谢你。阮为你的疼所想述逐项的恩惠来感谢你。阮恳求你保护阮的身体健康，保守阮心内清气，嘛恳求你保守阮安分守己，照你的福音来行起一切好的事工。求你保守祝福教会内年老也是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伫因的软弱点名，互因得到坚强；伫因的困难中，因带因拯救因。恳求你怜悯阮的国家，保守阮的乡土，互阮的政府官员有智慧、仁爱、公义、甲勇气，尽力来导无好的政治。愿阮会当常常效量你的恩赐。真心感谢你，毋那简单用嘴来侮辱你，也会伫阮的生活中行出好的行为，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请咱做伙来吟散会的诗歌，献诗395首，至善提杯，阮感谢你。吟诗线，请牧师来教导，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本地主，阮满心感谢你，就着阮今仔对主你所领受的，愿你的神不断伫阮的生活中来激励阮，也帮助阮，互阮伫逐样的好事的顶面，拢伫主你圣神的引带下面，愿欢喜
来照着主你的话来安尼来行，互阮所看、所想、所听、所行，拢会通安尼照着主你的心意来行。互阮伫逐样的代志顶面，阮欢喜来弃权，互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权。互阮会通因为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会掌权，阮要经历着主你怎样带领阮每一个人来安尼伫阮所拄着的每一项代志，不管是伫咧顺境、伫逆境，阮拢要看见主你怎样带领阮安尼赢过伫咧即个世上所有一切。不管是对即个世上内的有限，是对主你对阮的安尼试验，阮拢欢喜来安尼赢过遮所有一切的试探。愿你的神来不断来引带带领你家己的百姓来赢过即个世间所有侪无互主你欢喜的事。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诚。个愿恁的神、甲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困难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袂倒避讳。